咱今仔要来介绍咱即个布袋戏的由来。布袋戏的由来到底是安怎来的？这个历史的记载内底有即个记录，咱即个布袋戏相传是为大陆泉州即个所在，大概伫300几年前，即个所在传来台湾来做即个布袋戏的介绍。这个布袋戏上发明的呢，相传这大陆泉州这个所在300几年前，有一个大陆的书生叫做梁炳麟，伊逐年拢上京赴考，考取状元，但是连续考几啊年，拢无才考中状元的这个职务。有一年，伊拄要上京赴考的途中，经过一个仙公庙。伊就来即个仙公庙内底拜拜，祈求内底的仙公即个神明，比如即届伊上京赴考，会使高考到状元，当暝迄暝咧困的时阵伊就有眠梦，眠梦即个仙公来伊的梦中，来伊的手提起来，写一个功名在掌中，功名在江中，了即个书生就精神啦，伊就想讲，即届神仙来甲伊的梦中来写这功名在江中，即届考试上京赴考，一定是会使高考状元。但是即届考试了后放榜，同款是名落孙山，无调啦。所以伊就真实际，伫等于即个家乡的路中，看到人咧表演着即个。街上人咧表演着即个傀儡戏，所以就去来参考。伫傀儡戏的中间，伊学着足侪技术的，嘛心中有一寡感想。等于到厝的时阵，伊就家己做即个布袋戏翁仔的头，来伫即个街上咧表演。表演了，因为伊故事编排真精彩，所以真侪家只要咧表演，街市上足侪人咧看伊表演。因此以后，伊就开始就加为着即个做布袋戏，真出名。大家就用足侪钱的去请伊来表演。当伊就开始了解讲，为什么仙公迄时阵会来梦中来写伊的功名在掌中，伫即个手中。原来伊毋是伫即个状元的路会使行，伊就是伫即个布袋戏的即条路，伊是一个元素。伊是一个元祖，所以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安排啦。这就是咱布袋戏的由来。